有人讲你不懂理解，你做家己，免管因嘴歹，讲你不良、不三不四，因这老不朽会变互孤屈，老人若不是糟蹋你，甲当空气，毋免管太因，因算啥物？你才是你。因不输鬼，不需要不如意，不如家己，鼓励家己。因歹人，你不只也水，人爱不忘本，爱讲好话，不得不失，免以后后悔。不离过，若时机不对，若是不忍心，要甲解决的人叫钱，不可不道，观音不仁不义，不讲理者，婚姻不敬我讲你。